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劉子琪。一股東北季候風今日係影響住華南㗎，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都可以睇到一道雲帶咧，今日亦都覆蓋住沿岸嘅地區。所以今日喺維港望出去都冇咩陽光啊。喺咁嘅緣故之下，本港下午嘅氣温普遍都係維持喺23度左右。我哋預料覆蓋廣東嘅雲帶咧，佢會喺聽日逐漸轉薄㗎。所以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晚間有一兩陣微雨。市區最低嘅氣温係19度，而新界係會再低2-3度。日間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，最高氣温約22度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，而聽日初時離岸及高地係會間中吹強風㗎。受東北季候風嘅持續影響，我哋預料華南地區喺本週後期至下週初係普遍晴朗同埋乾燥㗎。不過內陸地區嘅日夜温差係會較大㗎。所以翻嚟本港嘅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料隨後幾日係天晴，日間乾燥，日夜温差較大。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